Yo，我係食肉獸。今日我同齋姑嚟到陸家嘴 Eat and Work， 一路食一路睇住無遮擋黃埔外灘黃昏美景。首先講下餐廳嘅位置，係喺陸家嘴正大廣場9樓。餐廳係以現代輕柔、奢華帶點簡約風格，務求令到食客感覺到 Eat well work well 嘅感覺理念，將一間摩登西餐廳融入一線黃埔江景色。加上外面仲有3000幾尺嘅平台，可以俾食客感受到180度無遮擋俯瞰外灘全景嘅體驗。尤其係夜晚霓虹璀璨燈光環境，簡直令視野一絕，嘆為觀止。由於黃埔外灘每晚7點就開始亮燈，於是我同齋姑爭取時間，好快點咗幾款食物。今餐我點咗一個湯，乾邑正大蝦湯。蝦湯鮮味濃郁厚醇，湯底熬煮得十分入味，環繞住淡淡嘅乾邑酒香味，層次感豐富。唯一少少遺憾就係湯裏邊冇蝦肉，如果能夠加翻1-2嚿蝦球或者係蝦肉，口感就更豐富滿足，令到個感覺更上一層樓。食開西餐，餐廳通常都有一份自家製嘅餐前餐包。當然齋姑一定唔會放過呢一次機會，因為佢真係好中意食麵包，而佢食咗2款都話麵包做得好軟熟。佢一口麵包，一啖葡萄汽酒，一路望住醉人嘅黃埔江景，十分 enjoy。過咗冇幾耐，我點嘅意式火腿披薩送咗過嚟，個披薩鋪滿風乾火腿同埋 Parmesan cheese， 再淋上濃縮黑醋汁及配上清爽嘅芝麻菜，用料夠晒豐富。而個餅底係厚身款式，口感鬆軟有嚼勁，底層番茄醬帶起少少甜味，中和咗火腿個鹹香味，鹹甜交織，口感豐富。呢一個披薩做得好出色。接住呢一碟係奶油汁天使意粉，材料有煙肉、菇菌、Parmesan cheese 同埋蛋黃醬，味道奶香濃郁。個天使麵煮得軟硬適中，再撈滿滿嘅濃郁醬汁，食落完全唔覺好漏，味道仲稍稍偏鹹，整體出品穩定。呢一個係至尊披薩，送上台時我哋拍緊片，拍拍下就發覺原來有牛肉喺裏面，於是同餐廳講我哋唔食牛肉，餐廳都好 nice 幫我哋取消呢一個 order。最後呢一款係黑松露薯條，相當有驚喜啊！薯條炸到外層脆卜卜，裡面軟綿綿，油溫控制得好好，加上用咗優質嘅薯仔，再配搭黑松露嘅香氣，簡直食到齒頰留香。轉眼間踏正7點，齋姑拍咗整個黃埔江亮燈儀式，大家唔好錯過啊！睇完咁靚嘅亮燈儀式之後，係時候總結翻今餐嘅體驗。首先講講餐廳嘅位置，簡直係一流，可以飽覽晒整個黃埔江嘅江景，兼且食物質素唔錯，服務員亦都好 nice， 加上餐廳收費合理，今餐消費大約442， CP 值超高。我下次再嚟上海，一定會再嚟呢一度食。今個上海之旅又到尾聲，下集我哋去翻深圳福田口岸嗰邊試一間椰子雞嘅餐廳，密切期待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愛你。